贵综合病院神经内科的医师吴尚德表示，民众因为头壳痛求诊，才请看的原因就是偏头痛，比率大约占60%以上。伫台湾的偏头痛盛行率大约1%左右，好发伫女性，而且偏头痛是一种反复发生的头壳痛。医师表示，民众会用透过54321的考决作为诊断的参考。诊断的部分，我们有一个口诀叫54321，五就是要有5次的发作，4就是4个小时到72个小时的发作的时间，72个小时等于3嘛，3天，所以叫5432，就是有4个主要的症状，包括单侧，然后脉动性，然后这个会有影响到那个日常生活，还会造成比较恶化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2个，其中4个要符合2个，再来一是怕光怕潮或者是恶心呕吐，再符合1个，就要54321这样子帮助诊断的一个口诀。当然是不是确定这样以其他一些相关的身体的状况都会引起头痛，包括女生有贫血，男生包括一些痛风，还有胆固醇都有可能引起头痛，这些我们都要在事先排除。医师表示，治疗偏头痛对过去的针剂有肉毒杆菌或者是单株的抗体，到现在有口服新型的偏头痛的阻断剂，不但副作用少，而且口服嘛方便，对着急性甲慢性的偏头痛拢有效果。过去的话，从第一代的药，它后来有这个新型的这个 CGRP， 就是一个易钙素的一个相关基因的生态，它的一个阻断剂阻断剂之前是那个单株抗体那个健保都要在审核，都要那个而且它那个条件非常的复杂所以这中间这10年来还有其他这个肉毒杆菌的注射实际上还是在进展，但是这个药最重要一点就是方便，它是口服的不管是急性慢性都有效所以是对这个患者会带来福音。偏头痛除了靠药物的治疗，另外透过规律的生活、甲运动以及充足的睡眠，避免偏头痛对着情绪的影响，嘛用个大大降低偏头痛发生的频率甲次数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